来看印尼有一个白头巾的女性所组成的重金属摇滚乐团，因成立甲打已经10年啊。因一直咧挑战穆斯林，也有一寡对女性无公平的规定。因即摆伫国内外是愈来愈出名，所以来因阁要去英国参加音乐会。在大家观众热情的喊声中，电子吉他甲强烈节奏的打击乐音，互现场的气氛规个热起来。印尼这个 Heavy Metal 乐团3个成员嘛全部女性，而且阁是头巾白暗暗的女性。因的表演风格无定着无亲像西方这种乐团遐尼野。啊，毋过成立10年来，为厝的人反对到社会无共的眼光，因原来经历各种的挑战。Terus di kampung terutama kan suka dianggap kalau musik metal itu musik setan gitu, gak cocok dimainin sama perempuan apalagi kita berhijab gitu. Itu kalau konser pasti ada yang nyeletuk gitu. Allahu Akbar, dar gitu, bom kayak gitu-gitu tuh suka dari penonton. Ya, dari penonton. Jadi kita udah kriminal aja gitu, teroris gitu di matanya. 就算互厝的人当作去卡着爱去治疗，也是互人警惕当作恐怖分子，这拢无减少这3个查某囡仔对 Heavy Metal 音乐的热情。因伫高中的时阵，受到美国 Heavy Metal Rockin' Roll 乐团的启发，开始耍音乐。乐团的名就叫做旋流之声，用意是伫打破戴头巾穆斯林查某囡仔一向温柔端庄的固定印象。Berhijab bukan berarti jadi penghalang buat main musik apapun gitu sih。这个乐团即马伫印尼真互人欢迎，除了伫9月的雅加达音乐节吸引真侪迷众，嘛红去国外，嘛前往美国甲法国表演。这个礼拜六佫应邀到英国参加格拉斯顿伯利音乐节，将为头一个伫世界上大户外音乐节演出的印尼乐团。所以因要佫创作新的专辑，针对贪污、女权甲环境这个社会议题继续发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